卑詩省宣布同聯邦政府簽署價值6億7千萬元嘅全民藥保協議，符合資格嘅省民將會由明年嘅3月起獲得免費藥物。陳日南嘅報導。卑詩省今日同聯邦政府簽署咗一項為期4年、價值6.7億元嘅全民藥保協議。該計劃支持近55萬卑詩省居民，為患有糖尿病嘅居民提供幫助，並為130萬人提供避孕藥。免費藥物嘅普及要到出年3月先至開始。聯邦衛生部長霍蘭表示，該協議凸顯咗卑詩省喺醫療改革方面嘅領導地位。卑詩省衛生廳長奧祖爾表示，呢筆聯邦資金將能夠為卑詩省嘅每個病人支付糖尿病藥物費用。一型糖尿病患者嘅藥物費用每年可高達18,300蚊，二型糖尿病患者每年花費約1萬蚊。此外，該費用仲將會全額支付全省16萬名女性有更年期症狀嘅患者進行荷爾蒙替代療法。